来配合这个交通部的交通安全月，嘉义县警察局加强路口安全的宣导。有这个学童化身做交通安全的小骑士，骑着小重机，伫个公园帮忙宣导，真够注意。 10月是交通安全月，为了加强宣导路口安全的新观念，路口慢看停，行人是停看听。嘉义县警察局特别伫埔子国菜市场来伫宣导。我们希望汽车驾驶在行经路口的时候，务必要注意停让的规定。队伍为市场圆环出发，经营大型重机带路沿路宣导交通安全的注意事项。来看周边寻求这危险的状况。 各找各组的小警察来提醒民众安全的用路观念。希望借由这个机会，能够提醒我们到市场的各位民众乡亲能够特别注意交通安全的遵守。警方表示讲，有6成以上的交通事故发生伫路口，希望讲透过宣导活动，提醒乡亲做伙来营造友善安全的交通环境。